不是像古人一样那么好。很多人处于一种非常焦虑，浮躁，还有呢，甚至得到了就各种像自闭症啊、抑郁症啊这样的现象呢，东西方的城市里面是越来越多。有些人呢，他很希望很多人关心他，但是得不到别人的关爱。有些人呢，特别讨厌别人对他说话，所以现在很多的孤独症呢，就因为他看不惯所有周围的人，那么逐渐就是自己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像很多的心灵不健康的这些问题呢，我认为通过一些修行，修禅定呐，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帮助别人，一种利他的心，就这样，其实心呢应该很包容、很放松，就自然而然就是会健康。当然，我们佛教当中呢，就是讲到这个一般的这种慈爱呢，就是关心别人，是有限的人类啊，有限的一些动物啊等等。如果佛教里面讲最高的出世间的这种大悲心呢，那么不管是什么众生，人类也好，动物也好，很多的众生呢，只要他有感受痛苦和快乐的话，我们都要去帮助他。而且这个世界呢，并不是今天去帮一下，明天就不帮，不是这样的。应该时间是无限的，它的范围也是无限的。这样的这种爱呢，我们可以实践当中称之为大爱。实践的人的这种贪爱，慈爱是有条件的。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。一旦你不爱我的时候，我也恨你。这就是世间的爱。而出世间的爱呢，你爱我的时候，当然也我爱你；你不爱我的时候呢，我照样爱你。那这个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佛教里面就是最伟大的，不是自己展现什么，自我成就什么，就应该最重要的要帮助这个多少个众生，包括动物在内的，就是对众生有一种怜悯性。悲悯性，就是维护他们的这种自由权和维护他们的这种生存权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来讲，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责任。如果我们上面所讲到的智慧和慈悲，经常需要用在实践当中的话，按照一种方式呢，就可以学习，通过学习爱和学习智慧来从事自己。